带去读唐诗，望记文，作者苏影。燕台一气刻心境，箫鼓喧喧汉将营。万里寒光成积雪，山边暑色动卫星。沙中烽火侵鹅月，海奔浑山涌几城。潇潇水飞头不离，润光环玉清中央。简介：这首的边塞诗呢，规篇内容拢靠住诗题之里望，甲起句之里惊，赞赞推贴，热血喷腾，也深受出手前线士气来感动，所以结句呢，则用典来表达想要投笔上将。燕台一气刻心境，箫鼓喧喧汉将营。燕台是建国时代燕昭王所起的黄金台，头一摆到这边塞而来，看这边塞中阵辽阔天宇、险要的山川，一望无际，令人触目惊心。军营结果吹旗呢，响彻萧寒，互人听得到地胆战心寒。这种声声断然的杀气呢，会当迫使敌军不战而逃。万里寒光成积雪，山边暑色动卫星。严冬边塞本来就天寒地冻，加上冰雪纷飞不停，连绵万里的雪堆呢，累积的快，累积的高，拢会发光发亮，并且甲早起的曙光活动来牵引，也可会当用照旗杆尾顶迎风飘扬的奇幻，边防地带。一款肃穆的景象，严整的军容，确实令人钦服。前四句呢，将这里望甲这里惊全部表露无遗。沙中烽火侵鹅月，海奔浑山涌几城。环境这款的险恶，身负出手边界重职带领的三军将士，依然斗志昂扬。正面点到的烽火所在呢，紧紧甲敌方的月光来相连接，形成细光、夜光、火光互相来映照璀璨光芒。一点点啊呢，都无边塞天寒地冻凄凉之象。尤其这座的祭文，南边都是波涛汹涌的北海，北边又是天生险峻的燕山，所以稳若金汤。将起笔这里惊呢，转变成袂惊，再来引出最后的结果。潇潇水飞头不离，润光环玉清中央。内心情绪备受感动，顿生负气干魂，就用单敲刀笔中庸的典故，真想要献身军旅，出手边塞来建功立业。规篇虽然用望甲这里惊来贯穿，也毋过会当来交会出山川形成，异常宏伟，格调高昂，真有气美空灵奇妙。读诗的囡仔袂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